善导大师他告诉我们若闻念佛悉其意如果你听到念佛是这么稀有的，这么殊胜的，这么大的利益，那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听到原来像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阿弥陀佛照样不嫌弃，没有附带任何要求，只要你一念佛，我就救度你。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是一个简单方便很容易的法门。所以这个法门太稀有了，我们不知道转世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此生此世才有这殊胜的因缘能够碰到听到，我们福报太大了。这个是非常奇特的很大的利益的法门。我们要不顾生命要求得不管我生命如何，比如说可能遭遇到危险遭遇到波折，很多痛苦我们不要去为这个事情伤脑筋，我们宁愿舍掉生命，一定要前往去求得，一定要好好精进用功，把这句名号句句都念在心坎里面。若能专行不惜命如果你能够专心的修持，不去考虑你自己到底今天你是生病你是烦恼你是有什么障碍这些你都不必要去考虑，一心只有投入阿弥陀佛，紧紧的抓住它。我们就是要依靠它，不要去考虑你自己本身今天身体状况如何精神如何，这些都不需要考虑，只有专心专意的、诚心诚意的来修持，好好的念佛，命断须臾身安乐，即刻当下你就马上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各位，你看善导大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很多人念佛是为了希望天福延寿，希望能够消除疾病经常都是为了这些身外之物每天念念不忘，他心里面有挂碍，为了这些事情操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知道，你有前世因才有这一辈子的果报嘛。为什么会有身体不好或者是得重大的疾病，这些东西都是外来的考验，或者是我们前世得罪去伤害到别人的，我们要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它，把问题摆脱掉，要能够超越它，一心只有投靠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紧紧的连在一起，靠名号的功德力，你如果能够专心的持念，光明普照，业障就消了。最重要的重点是名号救度你的慧命你的灵魂神识跟着佛陀直接到极乐世界，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是重中之重。很多人稍微有一点怎样就退堕了，有一点疾病精神上不舒服马上就退转了，经不起考验。但是善导大师一再的告诉你，你要不顾生命要求得，你不要去顾虑自己的本身状况，不要去担忧它，不要为它来操心。各位，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听伟大的生死大法，好好的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日后一定能够满你所愿，满你所求，一切都吉祥。所以这一章非常重要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阿弥陀佛。